好啦，最重要嘅問題啦，就係大家都會問咁揀邊間先好啊？UBC 好啲啊，SFU 好啲啊，定係 KPU 好啲呢？咁呢個問題呢，喺 Bonnie 自己升大學嘅時候呢，都諗咗好多啦。咁最後呢 Bonnie 自己呢，係先去咗一間學院度讀呢，再 transfer 去大學嘅。咁咧我就係去咗另一間 college 咧，之後再 transfer 翻去 SFU 度讀書嘅。咁其實呢，就真係冇話揀邊一間啱，或者揀邊間係錯，或者有邊間真係好好，有邊間好唔好咁樣。但係就真係睇下你自己嘅需求係乜嘢啦。例如呢，如果你係唔會留喺溫哥華度做嘢，你咧只係想喺呢度完成大學之後翻香港，又或者去其他國家做嘢嘅話咧，以上純粹係個人意見啊。咁咧，當然咧自己咧就會覺得咧你揀 UBC 咧就最好啦，因為咧佢嘅排名比較高啦，而且多人知道佢嘅存在啦。咁當你翻去其他國家又或者翻香港揾工嘅時候咧，都會容易好多。咁咧除咗做嘢之外咧，你要考慮到大學嘅名次咧，你想去其他國家讀 master 嘅 program 咧，都要考慮到呢一樣因素。因為咧，如果你想去其他大學嗰度讀 master 嘅話咧，最好咧你間大學咧係有一定嘅知名度，而且排名高啦。咁樣咧，你去 apply 第二間學校嘅 master program 咧，都會容易好多嘅。咁如果你係想 stay 喺 Vancouver，唔會去其他國家度做嘢，你係會留翻喺溫哥華嘅話呢，咁我就覺得其實揀邊間呢都真係冇乜所謂，因為咧喺溫哥華呢，其實佢真係唔會睇你讀邊間大學，所以請唔請你呢度就真係冇乜所謂嘅。我都有聽過咧，身邊啲朋友咧直接咧係去讀理工學院，跟住咧讀完2年攞到張證書之後咧就去做嘢，而且係即刻揾到工喎，仲要係好嘅公司。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度係真係唔係好睇你讀邊間大學出嚟啊，你間大學嘅排名點啊，高唔高分啊，咁樣去睇你呢個人。好，咁咧另外一樣咧，去令到你考慮呢一間大學啱唔啱你咧，就可能係你嘅屋企位置啦。咁因為咧 UBC 咧係喺溫哥華嘅地方啦，而 SFU 咧係比較喺 Burnaby 嘅地區啦，咁所以咧就真係睇下你住邊度，邊一間大學方便你啲啦。因為咧，如果咧你咁啱要揀到白半堂嘅話，咁啱你住喺 Coquitlam，但係咧你要翻 UBC 咧，咁就真係好慘啦。可能你要一早5點幾或者6點幾，你就要出門口噶啦。咁所以咧，屋企嘅地理位置咧，都可能係你去考慮揀唔揀呢間大學嘅原因。咁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真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啦。冇話邊一間大學咧就一定係啱，真係睇下你自己嘅需求係乜嘢，你嘅理想係乜嘢，你想做乜嘢。咁如果你想做醫生、律師咧，咁就一定係去 UBC 啦，因為淨係得佢哋有 law 同埋有讀醫嘅 program 啦。如果你話我其實都唔係好知自己想做咩，好似以前嘅 Bonnie 咁咧，而你嘅屋企人咧又唔一定規限你一定要入到大學嘅話咧，我就建議咧你先去學院嗰度讀書啦。因為咧其實學院嘅收費咧係真係平好多嘅，比起大學。如果咧你未諗到自己想讀咩嘅話，喺學院度先慢慢用一個平啲嘅價錢去自己試下邊一啲嘅科係你真係中意嘅，邊一啲嘅科係你唔中意嘅，咁去試下水溫嘅時候再 transfer 翻去大學嘅話，都未嘗咧唔係一個選擇嚟嘅。咁呢一度咧，除咗大學之外，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有好多嘅學院啦，亦都咧有理工學院。咁咧呢度咧好多外國人咧都會選擇咧，可能讀完中學之後咧就停學一陣，跟住去做下嘢，跟住咧先翻去大學嗰度讀書。又或者咧有啲咧就真係直頭咧去讀理工學院 BCIT， 咁咧跟住就讀咗一張 cert 出嚟，直接咧就去揾嘢做啦。跟住咧做嘢嘅同時咧，先入翻去大學嗰度進修翻一個 degree 翻嚟。咁所以其實真係五花八門，真係咧好睇你自己嘅理想係咩，你想做啲咩，去揀咧邊一間大學，又或者邊一條路咧最適合你嘅。如果咧你係過嚟留學係 international student 嘅話，或者咧可能咧你係需要適應下呢度嘅環境，又或者可能要讀一啲 ESL 去進修你嘅英文先嘅，咁咧可能咧學院咧就會比較適合你啦。因為如果你一入咧就入大學嘅話，一嚟佢未必收你啦，二嚟咧就係可能你自己都會喺學習上邊有困難，咁去學院嗰度先適應下個環境，熟習下個環境，未嘗咧唔係一件好事。咁咧我諗有陣時都唔係話你即刻咧入咗大學咧就一定係好嘅。我都覺得咧呢度嘅大學咧比起香港咧，你入去咧係好容易啊，但係咧你要留喺度
完成到成個嘅學位之後全身而退畢到業咧係好難，佢哋嘅計分啊評分咧真係好高，我聽香港嘅朋友讀大學啦，同我喺呢度讀大學啦，真係差天共地。喺香港我都知道咧入大學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因為咧你要考 DSE 啦，咁以前咧就有會考、高考啦，仲要考2次呢啲咁辛苦嘅試，跟住先入到大學。咁但係入咗大學之後咧，你係輕鬆嘅、舒服嘅，嗰個環境係大家都享受嗰個大學嘅生活嘅。但係喺呢度咧，可能中學咧就好容易啦，你都好容易入到大學。但係入咗大學之後咧，你就知死啦，因為咧大學裡面係好難嘅，而且佢嘅評分標準比較高啦，對你嘅要求咧都比較高。我諗係因為佢會覺得你都成人啦，你都成年啦，你應該咧係要認真啲對待呢一啲嘅嘢㗎啦。所以咧我就覺得呢一度讀大學真係辛苦。真係難嘅。如果咧你係即將要嚟呢度讀大學嘅話咧，都俾定心理準備你，呢度係真係要苦讀書㗎。頭先咧都有講到啦 ，UBC 咧通常嗰度嘅學生咧都會剔5科啦，咁而喺 SFU 咧通常咧啲學生咧就剔3到4科嘅。咁點解咧？係因為個 program 嘅設計咧。如果你剔5科嘅話，係真係好辛苦嘅。如果係 SFU 嗰度剔5科，因為呢啲教授咧，全部所有嘅教學課程咧，都係 base on 咧你啲學生係剔4科而去準備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剔5科嘅話咧，係一定會超級辛苦。而喺 UBC 剔5科咧，就好似係 SFU 剔4科咁。因為咧嗰度嘅教授咧都知道大部分嘅學生咧係剔5科，可能咧佢喺課程上邊咧係有一啲嘅調適，咁所以咧最好咧你去讀嗰間學校之前咧都先去了解下嗰間大學嘅風氣啊，大家係點樣剔科啊，因為咧如果萬一你係 SFU 剔5科嘅話，咁就慘啦。我都希望咧我呢一條片咧幫到你啦。如果咧你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咧喺下邊咧俾個手指公我。如果咧你想睇我其他片嘅話，記得喺下邊咧撳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最後仲有，如果你中意嘅話，唔記得俾你啲朋友仔睇啊，又或者你知道有朋友仔要嚟溫哥華留學嘅話，記得俾佢睇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